立陶宛12要选总统，要拼连任的因的总统瑙塞达是对外表示，伊认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应该把台湾2字改做台北，来稳定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。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，目前无变动，嘛相信袂变动。伊嘛强调，台湾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早会袂出问题。我们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有问题，我们的台湾代表处不会被改变。特别是外交部长吴钊燮犹原挂保证，咱国伫立陶宛的住处袂改变，因为立国的22举行总统大选当争取连任的总统瑙塞达，最近佮单出应该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名做台北，以稳定立国甲中国关系。毕竟咱国2021年设立的立陶宛住处是欧洲唯一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，迄当时互中国强烈施压，中立关系佮较降做台半级，即马是引起台立友谊有变化的讨论。立陶宛因为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所以经常性的有一些讨论。那这个总统本身他也讲过几次不太一样的这种话。那但是这个是涉及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。吴钊燮指出，后面涉及两国的协议，咱国未接受改名，强调对台立关系有信心，甲咱国继续友好，也有日本。接受蔡总统颁奖大受敬星勋章，伊是日本前国务省大臣、国防长崔秀夫，办2摆派驻台湾为台日合作积极奔走。孙总统大强调，也接见崔秀夫，毋望台日深化合作共创双赢。崔秀夫大使跟各位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台日两国的邦谊能够更好，人民的感情能够更密切。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严峻的这个国际环境的，能合作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要合作，多这个交流的地方多交流。崔秀夫专程以连任的中文地书，其实伊也是前驻中国大使，生涯中捌派驻中国失败，累积大量的人民，也毋过对中国态度一向强硬，奉叫做中国属境的查甫人。崔秀夫表示，家己退休了后担任大学教授，研究台湾甲两岸问题，希望以后会当为台日交流贡献家己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